创啥？迄歌戏的歌，我想无当什么会当唱咧。想无无你唱迄。我是可爱如风，这是顺歌的单元，你即摆个想要直接唱，但是我感觉等来这是变调，伊应该是不要唱。啊，无咱唱一个，我心跳白白呀呀，一句。无啊，毋知要唱啥？咱哪唱真久无唱过啊？嘿啊，就久无唱。顶礼拜结档的咱真无简单，好不容易，唱一两句啊，对啊，唱一两句有迄种感觉出来啊。咱是毋是爱去开互咱歌手的身份啊？毋是啊，开互咱歌手的身份，但是今日是要讲歌戏，到底歌戏音乐剧是啥物款？啊，到底编剧是咧做啥？毋知。你感觉我敢有可能去做编剧？非得啊免上台啊！我这个人较歹势，较避暑，无介意上台。我真正毋知要接啥。你什么态度？哎呦，啊，这像你若有兴趣，该问就好啊。无咱那就加问一寡编剧的代志，相信听众朋友一定足想要知影编剧的代志，无人知嘛，对无？系啊，咱若毋知讲平时神神秘秘的感觉，神神秘秘，对我就敢知影讲秘伫一个房间内底写迄。系啊。啊，无问看好读无？这种业界秘密，刚好都问出来，毋知，到时阵就知影。好啦，伊要来，伊坐坐稳，等伊行起来，咱先来门口口甲伊食。好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代代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白边，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大家词。不是，你爱我喜欢来配合，还佫有甲观众朋友下配用台语填出，够好笑。咱来欢迎今仔日的主持人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创业员蔡奕璇，我是歌戏的编剧，即马嘛有伫大学兼课，嘛是万仙图剧团的艺术监督。最近来万仙图，我无听过。万仙图到底要唱哈？脑中有迄个歌词，知影是啥人唱的啦？但是迄个旋律你会晓唱对无？老师你会晓唱对无？迄种歹唱。你莫假哦！你看你的感情就这，你看你拄则迄个感情的，你看讲你唱毋对，毋是安尼唱。老师莫歹势啦。无啦，大家去听迄个洪英红唱的啦，人唱的较好听啦。万仙图，老师你听起来足紧张的呢。阮其实出名人了，阮会甲你 Q 一下，结果你看你开始来安尼，我甲你咯，无紧，有准备啦，有准备。对，我表示准备较真好啊。紧张安尼，咱直接进入拄则像咱讲着即个主题啊，万仙图啊。老师讲你是万仙图剧团的艺术监督，啊，想要请问讲，咱即个艺术监督到底是要监督啥物，还是要艺术啥物咧？无啦，其实吼，大家较常听到应该是艺术总监啦。嘿，阮就较爱避规避怪嘛，所以想讲要互一个甲别人无共款的，安就互做监督，就是为日语迄野球的教练无叫监督区，所以我想讲我无我来互一个监督，感觉较特别安尼啦。但是其实是做差不多共款的代志，都是大家较常听到艺术总监即个工课的内容。哦，嘿啊，即个内容到底是啥物呢？到真正做艺术的，因为艺术这两字包括的物件真济呢。抽象诶，对啊，这抽象的呢。今日一个空气有一个艺术的气味，你请个真艺术，你这是在搞妈呀？对，老师刚才甲阮讲者，具体譬如讲你具体的工作内容。比如讲，咱今日也要做一出新戏，这出戏的主题是啥物？咱要行啥物款的路线？比如讲，找搭几位演员较适合，这都是艺术监督也爱注意啦。比如讲，即马社会上变化是啥物？比如讲，即马流行啥？现代人伫咧关心啥物？你这出戏是要做互少年人看的，还是中年人？还是讲有岁的是大人？无共款的观众，关心的代志拢无共款所以戏要安怎做，剧本要安怎写，拢无共款。这都是艺术监督的工课。等于讲，你爱找一个方向，咱要做啥物戏，想要甲大家讲的物件是啥物？感觉就快呢。听你讲真济话，但是听你讲真济话，哪听真济话？这个是个真抽象的。老师，你甲咱举一个咧，譬如讲，咱今日要做一出戏，无咱就用这一流字数来解说。譬如讲，咱今日要做一出戏，艺术监督头期先爱先创啥物？可能你就爱讲你的主题是啥？对，比如讲，咱今日要来讲一流字数，这档也是落尾10档台湾发生的代志是啥物？对。咱爱用啥物来搬？咱爱用歌戏来搬。对，用
歌戏来播啊，咱要找倒位的演员。哦，比如讲你爱用北中南，吼，大概不共款的歌戏团，吼，不共款的风格，吼，咱拢会当邀请因来做这出戏。哦，比如讲这出戏是要行较历史的方向，就是讲咱会讲到历史的代志，还是讲咱要演较传奇的味。哦，也是较笑亏安尼，就是大范围去决定这个物件。啊！你才派工落去安尼，对。哦，你听起来有淡薄概念啊，但是嘛是个真呢，大概知影啦。过来要问讲，就是老师头拄仔有讲到，若是艺术监督，嘛是编剧，安尼编剧的范围就是足宽，你会当做电视剧还是电影的。啊，想要请问，敢是你本身对歌戏有兴趣，才会选择做这个歌戏剧团的编剧？编剧的工课，除了咱知影讲，就是编写故事，敢佫有其他的？其实我拄仔开始学戏剧是为现代戏剧开始。现代戏剧，嘿，我是现代戏的编剧。对，就是讲我少年细汉时阵介意写物件，就是想讲无得靠我会当做一个作家安尼。啊，作家创作的物件有足侪款嘛，你是要做小说还是散文吼，还是写诗拢无共款。啊，结果后来我就大学的时阵，我就发现讲，戏剧是一个足趣味的物件。就是我袂感觉无聊，而且你播互观众看，啊，我就是迄个观众，我都会真自然进入迄个无共款的世界。讲啊，这个物件就迷人诶。哦，所以后来我研究所就去台北艺术大学读研究所，啊，就主修戏剧创作，就开始学编剧。啊，毋过迄个时阵学的是现代戏剧。但是你现代戏剧下来歌戏，听起来是两个无共款的世界。这后来就是有一个一面啦。嘿，请水来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这时阵想要一个音效。毋对，这毋对。来音效来啊！就是讲哦，对艺术大学毕业了后，就想讲，安尼我就要做一个艺术家。对。啊，毋过拄仔毕业了，学的无精啦。那我就讲，随着要做一个艺术家吼，啊，就当然就趁无钱啊，吼。对。啊，后来就想讲，安尼袂使，多人甲我讲，你安尼袂使，你拢无去外口上班，你拢无了解外口的世界，你拢活伫家己的世界内底。真诶，艺术家拢哪像咧食薰、食风、吸空气安尼啊。嘿啊，所以讲你无了解真正的生活是啥物，你都写袂出来，你根本就写袂好。所以，比如讲是大人啊，是朋友就讲啊，无你去外口上班啦。我想讲安尼要找啥物工课？嘿，啊想讲无找一个甲艺术有关系。吼，比如讲，就无安尼，应该我袂感觉无聊啦。对，家己有兴趣诶。我就想讲，好，我来找艺术行政。结果就去就一间公司，后来只有一间找我去，就是迄个台湾戏剧学院。台湾戏剧学院，你讲迄内湖迄间啊？对。啊，我伫歌戏学系做助教，就是因为安尼，迄个时阵伫歌戏学系服务，啊，你服务的对象都是迄个老师甲学生。对。等于讲是伫现场看因安怎教歌戏、学歌戏。有参与着，迄个时阵也无算真正参与啦，算是伫边仔看啦。比如讲学生有时啊会要去外口演出，所以助教都爱带因去安尼，就是等因做一寡行政的代志。毋过迄算是讲头一届真正去了解歌戏是啥物。较早阮拢比如讲伫台骹看戏，还是看电视。观众。我细汉时阵是看电视较济啦。我较无去剧场看歌戏，毋过我看电视就知影讲，歌戏敢若是安尼。但是实际上到底是安怎演，无一定足清楚。所以伫学校，敢若伫现场看到老师在上课，看到学生安怎学，即种感觉，就开始发现讲，真正是一个足趣味的物件。你像歌戏甲其他戏曲无共款，我感觉迄个时阵我都有一种作为台湾人的一种情怀啦。一种情感安尼流出来，台湾的文化。迄种感觉足奇怪，就是讲较早嘛，毋是讲比如讲我嘛无咧小歌戏啊嘛，无讲一定爱去看像做戏啊喏。迄个时阵伫学校，看遮的前辈老师甲学生伫做歌戏，伫学歌戏。都毋知影是安怎，有一种台湾人的情怀，因为因讲的是台语嘛，对啊，而且真侪迄种台语的表达方式，都是咱台湾人的。虽然讲，我较早其实我真正台语，对，我不就要问这问题呢？老师当初打一课时，台语敢袂认得，敢听有，听是听有，对，听是听有，毋过
要安怎甲老师讲表达嘿，比较一寡老师理会较大。对，像咱这种迄种甘露两个意思，真正会听。讲啊，嘿啊，讲一遍，安尼哦。迄嘛算讲我是一个甲台语学转来开始。迄时阵。而且迄都是一个你无法度投票的所在，对啊，老师是你工课啊，你来讲啊，袂晓台语就是若无开，无法度行呢。系啊，而且老师一定问你一寡重要的问题，比如讲是啥物学生要安怎拍分数啊，伊当时要交啊，或是这种真重要工课的代志，无可能你会比如讲学白讲，对，甲你讲无清楚，安尼就害啊，对无？这嘛无法度用专业改种，老师你这个试落去，这安尼差不多安尼分数就好嘛，无法度安尼讲啊。嘿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就是真正嘛是甲台语学转来，就是你一定爱讲袂当无讲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就是浸伫迄个台语的环境内底，慢慢发现讲你对台湾，就是因为拄语言这个情怀开始，慢慢流出来。尾来是安怎？互你决定讲了落啊，来做歌戏编剧啊！了落，真正是了落。无啦，其实嘛无遐尼抓嘛啦，就是讲开始哪伫学校上班有一寡机会，比如讲人就听讲你较早有写过剧本你是学编剧的。无咱即摆有一出迄落要播互少年人看，对，比如讲较短，比如讲30分钟即种的你要来试看觅无？嘿，就是为即种较短较新的剧本开始，开始试看觅讲，写歌戏剧本是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啊？我有一个问题，老师迄艺术助理啊，阮这无经验的敢会使去啊？毋是相关好诶，敢会使去？我会讲台语呢，会使。真假啊？完全 OK， 真假哦？真诶，确定呢？敢有啥物合力诶？迄规定，譬如讲喺大学啊、碩士啊、博士，应该有大学都会使安尼，工课内容毋是讲复杂，无介困难的对。嘛无一定讲你一定爱学过这，只是讲你若较有概念，你会比如讲甲老师沟通啊，甲学生沟通的时阵，小可会较顺啦，毋过无妨碍。所以其实若是对艺术兴趣的人，拢会使去试看觅就对啊。对，而且互咱台语练长的朋友去上适合。安尼啊，那做工课咯。主管啊，你有听到无？后边搁要走去咯。老师你拄则讲着讲，就是先写一寡细的剧本，搁来咧，尾仔就是讲除了编剧，敢若写字安尼尔，其他工作有啥物爱做的？其实编剧爱做的代志足济。其实就真假。我本来个幻想讲我会使去做编剧，我就写的会使教啊。无啦，像拄话讲，我以较简单的剧本开始写嘛。对。拄开始的时阵，无人熟悉讲，阮是像嘛，有人知影讲有一个奇怪的人，伫遮开始写剧本啊。对。比如讲，你若互大家知影讲，即马某一个人伫做这个代志，可能咱即马啦，台湾即马都是你会当写一寡补助案。补助案。比如讲，你想要写一个剧本，毋过你写剧本的时间可能都无法度做别项代志，都做别项代志，嘿。对啊。印象当中的编剧就是在关伫一个房间内底，暗暗一拍火，细细拍，伫安尼头壳条咧，摇，伫遐写，对吧？动画啊、漫画啊、漫画拢是安尼写啊。我真正是安尼我真正关伫遐，无啦，关伫小小暗暗的房间内底，莫伤暗来对目睭。我真正试过讲哪上班哪写，真正无度。因为你上班，咱大概代志啊呢。你下班你等去处理就倒。无啦，我咧讲逐工拢爱用1-2点钟，家己迄破嘴的灵魂捡的，捡做一个人了，捡好就去洗身躯，洗了就去困啊。根本无法做别项代志啊。对，所以若要讲专门来做编剧这个职业，你就爱想办法，你要保持你有这体力，你有这时间。所以比如讲，即摆编剧爱做啥？比如讲，你已经是一个剧团，专门请你来做编剧，你就等于讲去剧团上班。毋过即款的编剧伫台湾是就真少了。大部分拢是。一般拢是接案。对，就是像我安尼食所以伫咧还袂出名的时阵，你就爱想办法，比如讲找资源可能写补助案是一个，看有啥物所在会当投稿。搁有后来比如讲，咱若拄开始拢是做一寡较小制作的、小规模的制作嘛。迄种制作就是工作人员就较少嘛，经费嘛较少嘛，所以就爱减
都要减讲精，对对，变叫搬道具安尼。无我会当大概分享一下，我因为编剧培养出来的一个特殊的功夫，对，什么功夫？拍字幕，哦，你讲安尼，对读迄啊，嘿，毋过吼，大家看戏咯，想讲，字幕就安尼嘛，就是演员讲啥就安尼。无吼，迄字幕是咧对演员讲啊，一字个卡起嚟的呢。对，开始拍进前，搁还有一个人吼，因为即摆伫剧场拢是用迄导演片啦，就是迄 PowerPoint，就是讲你啊，甲剧本搭入去迄个导演片内底。啊，通常一出戏差不多，你可能超过100张嘛是有可能哦。有。过来就是你爱甲即个戏有够熟，你爱知影讲啊，演员伊当时要讲即句话。对啊。啊，伊唱即拍歌，伊当时要唱，哎呀，对。啊，伊唱歌，比如讲伊。第一句甲第三句中间敢有过噪，你嘛会知影，啊无你就拍袂准。啊，就是讲你要找一个拍字幕的人，一定爱对这个戏熟悉，嘿，你可能爱看3届5届吼。啊，毋过通常剧团也无这个预算去找一个人吼来遮，来遮用7天的时间吼，看知影即出戏在做啥。啊，上方便的，就是编剧本人。对啊，剧本写的呢，前一句后一句，就是要出来，伊拢知啊。嘿，对啊，所以就定定互人掠去拍字幕。啊，这拍字幕这间有个加commission还是无？通常会加演出当工的工作费啦。哦，嘿啊，有钱会使，有钱好办事。嘿啦，有做工课一定爱领钱啦。嘿啦，OK 啦 ，OK 无问题。嘿啊，所以讲我写歌戏剧本，结果培养出一个功夫，就是讲拍字幕。即摆感觉家己有淡薄仔心得安尼。好啊，你想要请问讲，就是你有一篇文章有讲到，讲你2019年开始用迄个台文写这个剧本，背后有啥物款的原因咧？其实用台文写剧本吼，可能有的人感觉讲，敢是你有啥物台湾意识啊？你要推广台语啊？吼，你要安怎？无，其实无遮严肃，无遮伟大。对，拄开始是因为歌戏剧本一定是用台语嘛，啊，毋过其实开始写的时阵，我嘛毋知影讲，啥物叫做台语文的书写，咱就用华语的迄种逻辑去写。哦，话音嘛呢？嘿，结果就有一种足奇妙的现象，就是讲字是华语的字，啊，毋过你家己爱去用台语来读。哦，来念出来。嘿，啊，我就感觉讲，写久了后怪袂顺，对，而且讲写了后，看着我无迄声音出来。哦，我感觉足奇怪，而且歌戏爱写歌词嘛，对啊，歌词除了押韵，你搁爱有迄个声调变化嘛，比如讲你爱配迄个旋律嘛，咱即摆唱大把调还是7个调吼，迄拢有家己的调，你嘛袂当讲倒字啊吼，即种。所以用华语写时阵，我发觉讲，安尼足奇怪，写出来哪写怪哪念就对啊，哪写哪念，愈念愈奇怪安尼。啊，我有发现讲，其实你有用教育部的台文来写的时阵，敢若都真顺，这都是等于讲发现一个敢若小叮当的宝物共款。这应该无办法啦，我敢用过，刚刚不是音号。对啊，抓着啥？抓着一个宝。嘿对，抓着一个宝，因为咱比如讲咱定下讲啊，啥物都创作，就是讲我手写我口嘛。我手写我口。啊，毋讲我等于讲你若写的字甲声音是无共款的时阵，都袂顺。对啊，倒袂起来。嘿，用台文书写，感觉都足顺的。而且开始头前我有讲过嘛，我定义是嘛甲台语学转来，扣转来，嘿，扣转来，就是讲，比如讲。有一寡词到底是安怎讲？啊，你去查字典的时阵，啊，就台文字出，啊，就真主人甲这些物件开始用这个系统来写，都愈来愈顺。而且即摆在查词的时阵，咱的词典内底佫有例句，你会当着对迄个例句当中找出讲原来是安尼使用，有当时佫会当伫迄个例句当中找着灵感。我真正的看到台语就是安尼来。有时阵你查一个词，结果你学着的是佫较济。对，讲一句内底佫有几个词，毋知影会当去查。佫有小话艺术对啊，佫有颠倒的艺术啊，愈查会当学愈济啊，词典真正就趣味的啦。嘿，所以这都是一个真重要的工具，我嘛感觉真好用。但是演员足侪人拢是一个老先辈啊，因摕到剧本的时阵，敢会惊着这写啥物字我看无呢？其实我为着这吼，定定去有演员骂。你这写这啥物字啦？这呢我演30几档啊，毋知影这剧本安尼写，你安尼敢若黑白乱来，少年人毋安尼啦，是无？你要学这先。无啦，我忘记啦，久啦，我忘记无啦，老师无遐歹啦，对，无啦。但是因真正是讲奇怪，
你写这句是要安怎念？我讲无，老师。这恁拢会晓念，对，只是讲我用的字无共款。后来就变成，比如讲，可能老师讲无你念一解，我就念一解，讲你是这个意思，你这个字就是这个音对，安尼，就是讲英文较济呢，你每一个拢爱念一解哦。无，后来就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录音，都甲录起来。你要念几本安尼？嘿，家己写了，该做一个广播剧啊，你有无？这个时阵讲，迄个时阵讲，迄个时间，乒乒乓乓，你走哪里去？安尼哈？你啊，所有角色拢我甲你演，无啦，无啦，念的时阵，迄声音表情毋是重点啦，迄是演员的专业。我是讲，迄个时阵的讲，迄个时间，走哪里去？安尼，就是讲念出来的，甲音念出来，讲即句到底是咧讲啥？毋过我嘛发现一个趣味的代志，就是讲即摆嘛有较少年辈的演员，因拄啊开始吼嘛无啥关系，毋过看久啊，会晓啊，嘿，用久啊都开始会晓起来啊，对，因为学习练都紧的呢，所以真正来讲啊，加讲加看加听，慢慢你就会变做惯势啊，惯势了自然就会晓啊，嘿啊，好，过来要问讲，即回参与即个162的编剧。为虾米想要以即个现代人耍游戏的角度来写？面对遮尔侪演员，要安怎做整合呢？咱这162吼，都有一个做角色叫做 Game Boy 啦，伊是耍，就是讲等于讲咱伫咧耍游戏的这现代人嘛。对，是安怎会想讲安尼用，是因为 Game Boy 人讲到什么台湾历史啦，就感觉讲足沉重的吼，还是足严肃的吼，是要搁要来迄落安怎台湾人的命运安怎，就是。互人真感觉讲，是毋是爱安尼坐正安尼来看即出戏啦？对，毋过歌戏其实是足有亲切感的吼，就是讲伊甲咱的生活是拢共款的。对，真侪人细汉的记忆安尼。对，台湾遮侪人咧看，所以讲我想讲，咱要安怎破除即种敢若讲到历史戏吼，都一定爱足严肃，即个印象。互大家袂讲，看到162，162这是啥物意思？互大家有一个角度，有一个切入点，就讲你就当做敢若咧耍游戏共款。而且吼，这个162在讲这个17世纪台湾的故事。对，迄个时阵台湾就是有足侪族群，因为比如讲为了生存，有荷兰人，有西拉雅人，有汉人，日本人，遮个人为了生存，拢会做一寡，比如讲较竞争，我即摆趁无够济，我要趁搁较济，还是讲你今日打我的地盘，我要安怎对付你？对。即款故事吼，都敢若亲像咱咧耍游戏迄种生存游戏。讲出来，我要毙掉咧！你那还要给我开会咧？因为咱即摆现代人，咱较无法度体会着迄个时代过去生活迄种感觉，就是讲其实即出戏内底是无好人歹人，大家拢是讲为着生活所以来做遮个代志。是所以有着想讲安怎甲即种较遥远的物件，咱较无熟悉，用一个较我近生活的方式甲伊加入安尼。对，照着即个 Game Boy 的目睭，咱嘛会当讲一寡现代人的想法，比如讲现代人咱看着遐个世界，比如讲内底有一个大事讲原来162毋是选好人的游戏，有一个场面就是讲，我毋知要选倒一个。通常伫生活内底可能会想讲我就选好人啊，因为我甲好人做伙，伊就袂害我嘛。毋过伫迄个时代，你要安怎分好人歹人，分袂出来。每一样拢是徛伫伊家己的角度，做家己的代志，而且是做伊认为对的代志。咱若是出世伫迄个世界，咱就其实伊做的拢是对的。这是另外一个去互会叫啥亲蒙大会，就是讲你是歹人，但是无啊，你若无出去，你的国家就无主管，无啥物，其实拢有因家己的理由啦。对啊，比如讲像迄个时阵海贼看起来是一个生理人，其实迄个船顶拢藏武器，是安怎？因为有人来甲我抢，保护家己啊。我都爱变做一个敢若人就讲你这是海贼你会去讲台安怎。毋过这种是为着生存嘛。对，咱遮个世界，遮个迄种观念，用现代人的话来讲，都安尼我知影这是啥物意思。我想要互观众更较进入这个戏里面了。当初是你写的时阵，敢有想过讲有遮侪人啊？
规旁啊旁安尼啊。应该讲，阮拢知影有偌济演员啦，毋过无想过讲场面遐大，舞台遮大。对，这是目前全台湾户外演出来的上大的舞台呢。对，伊比迄落国家剧院舞台更较大。对啊，对啊，安尼规旁人安尼食走来走去，嘿。毋过吼，嘛是爱有遮大的舞台吼，咱才有法度搬即个遮大场面的故事啦。因为讲，比如讲，这故事伊的场景都有海上啊，有陆地啊，船咧相战啊，吼，即种场面，你若舞台无够大，迄都无做会出来。所以当然是你死的时阵，就想讲哦，是一个大场面，但是毋知影讲会遮尔大安尼。嘿，你想阵，譬如讲，即个战怪，你敢有你想讲，迄演员要安怎做合？编剧爱想啊遮远无？还是讲后壁叫迄艺术总监？你讲啦，现场吼戏安怎排哦，通常是导演在负责啦。毋过编剧吼，算讲走伫上头前，就是讲你爱先了解每一个演员伊的特色、伊的风格。比如讲伊的叫嚣是啥，伊是做小声小大，伊是较趣味的，还是较正经的？你去设计伊的角色，比如讲伊即种风格甲相搭配会较合。所以你想的时阵想讲，即个是董美云老师，即个是孙翠凤老师，即个是小咪老师，安尼哦。对，其实阮你想的时阵，有当甲遮个天团拢甲伊合起来，夭寿哦！其实老师你即摆是一个真使人敬重的吼，安尼失敬，我是话我拄则迄个较凊彩台。没来讲，应该是讲吼，阮已经知影演员有像啊，所以阮咧想故事的时阵，你都爱想讲，比如讲，而且角色啊配合即个演员的特色安尼。对，比如讲你爱规个小，简单讲，比如讲规个小生，规个小大，规个老生，我一个3岁。我写什么款的戏，这是伊上会晓演的，这是伊的特色安尼。但是伊早无听过，譬如讲美云老师甲孙翠凤老师，因两个共台，讲有这讲无应该无啦，因较早有共演啦，毋过敢若可能超过10年、20年，对啊，就是听讲伊即马拢无共台，是讲你当然是真正好大个，这剧本写去，我指定即两个人来吃。无啦，毋是阮，毋是编剧指定的啦，嘿啦，就迄个时阵。就是文化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在筹备这个演出的时阵，因都是安尼决定，因有讨论啦。伊买爱先去问老师有闲无啦。所以其实无遐厉害，好啦，恁咱就当无啦讲起，老师讲起来啦。无啦，真正无遮厉害啦。无啦，你客气啊。主管啦，阮咧讲生少的，这阮听众啦，阮较凊彩。阮主管会听呢，真正会听呢。你捌当做平时咧看迄主管还是我假的？伊真正会听我来讲。我是讲伊逐集拢爱 Q 伊，想讲今日当时要甲 Q 出来。阮有一个存在感。原来听就会记他伊会出场安尼。阮顶工个听众来宾，伊问讲你的主管到底是啥？敢真正有这人？真正有这个人啊！无这休啥？无这个人休啊，恁敢会爽？袂爽嘛，对吧？好啊，你想要问讲就是即出戏想要传达什么款的观点？因为就是讲，其实咱台湾人对迄段历史吼，其实无解释啦。嘿，除非讲吼是较少年的，可能历史课本有。嘿，比如讲可能30岁以下的吼，伊课本有读着。毋过大部分，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，其实连我家己嘛是共款吼，阮是读迄个国立编译馆的时代的吼。真正你都可能敢若讲知影讲讲有一个佛摩萨，有一个葡萄牙人，还有西班牙人，安尼赛过，还有荷兰人，好啊，结束啊。就迄个电视讲小战赢，就无啦。电视讲拍过，还佫拍转来，安尼。实际上到底迄是啥物情形？迄个时阵在台湾的到底是啥物人？爱年生活到底是啥物样子？第一个是讲，互大家对台湾历史有一个想象。你爱先有想象，你以后才有迄个兴趣，更较来去了解。所以老师为着要写这个，去读历史。有，其实阮读足侪册，比如讲到迄个迄段历史的小说啦，
若是论文啊，其实阮读，我都顶解讲算像讲，我敢若较早伫做研究生的时阵，你即摆可会使用这162字来搁写一个论文啊，发表落去啊，袂使读博士班啊。有迄162字，大家若去买迄本册吼，内底其实有历史顾问甲咱写文章，那有现看了吼，有兴趣你会使去看啊，有替咱解说讲啊，有一寡较深的物件是啥物，也是讲戏内底，因为戏敢若比如讲2-3点钟嘛吼，无多讲遐济代志，啊，你若佫想要了解，你对这有兴趣的，对，咱去看迄本册啊，内底有文章安尼，介绍啦。啊，你想要问讲，就是因为这既然就是讲有历史、有文章、有啥物啊，但是现场演员竟然有迄种临时加戏的，你当初是伫现场听到的时阵，有啥物感觉？会惊讲哈，还是讲安怎？没啦，其实你是毋敢讲？遐老师吼拢足有经验的啦，只是讲真假好个啦，嘿对啦，确实是真假好个，原来会当安尼，系啊，啊毋过吼莫伤济，因你知影是安怎无？啊，现场嘛有一个拍字幕啦，对啦，谁袂出来？今日起承转合，搁收伫字幕，对啊，你话，我就想讲，这要试到，无通试啊。对，所以即马较现代的制作吼，比如讲你是去剧场的吼，啊，你是有配字幕的这种演出吼，就是这种话戏啦，话戏是有真好的效果啦，但是上好是。嘛是照字幕啦，因为有一寡观众伊真正是听无，但是伊是为着这个艺术来看的。啊，咱今日若是为着就是要传达，还是讲想要表达一寡物件，你若是讲互因看无，还是一寡啥可能淡薄啦小小的遗憾嘛。嘿啦，啊！而且拍字幕迄个人会紧张啦。拍字幕人惊死的，你顶管吹无。无啦，啊！毋过其实遮英文老师拢种经验啦。伊嘛知影讲啊，伊爱迄春秋伫倒位啦。小可加一两句，迄是无要紧嘿。而且伊效果搁较好。对啊。好，过来拄则讲较济上重要的工商服务时间已经来了，但是阮这工商服务无啥物通服务的，因为老师伊是一个编剧，咱就知影讲编剧爱关伫迄个房间内底，啊，甲先创作出来时阵，砰，就有遐多来宣传，所以咱今日当来宣传咱家己的 YouTube 有保留迄天，对，迄天2月25的直播，阮会伫网络顶放半年的时间，大概半冬的时间，大家有兴趣会当去看。2月25到今已经过1个月啊，嘿啊，1个月啊，佮5个月。对啊，佮5个月，到时毋通无看着，佮伫遐讲，小编啊，干当佮开哈，干啥？无啊，想要了解佮较济，就会当去买即个162字的剧本册。对，老师剧本册要去倒位买哈？这是硬科出版社出版的啦。你都是讲你嘛唔知咯？去 Google 啦，就好买啦，有网络的册店嘛，实体的册店嘛。所以其实拍162字剧本，其实就会跳出来啦。上面啊，关键字162字，甲签落，无啦，该拍落去。好，今日真欢喜邀请到老师来到现场，听讲你是阮听众啊，无毋对。来阮现场感觉都失望的哦，看到2个18、9岁阿妹啊。我20岁啦。你是这部分啊？系啊，即间人落地个，伊个先去用家己啊。好啦，收尾记得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借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好，安尼我莫讲甲伤迄落伤严肃啊！你要做严肃，我嘛是甲你拍断。